快看看，搜一搜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东西。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呀？什么也没有，把他抬出去。扔出去！快快！气死我了，他什么也没有。快把他抬出去！淹死他！把他扔到河里。对，淹死他！快点儿！淹死他！哈哈哈！淹死他！淹死他！四处看一看，在哪里？在这儿！快来，大家都上来！快，把他拖出去！快，拖出去！烧死他！烧死他！这回我们用火烧死他！拿柴火过来，我们堆在他身上。好，把柴火堆上，快！哎，无知的人们，你们伤害不了我的。喂，小点声，附近肯定有猎物。这有一只鹿。哦，快，射死它！瞄准了。好，好，射着了，射着了！好箭法啊！快点！Jeten kämmar vi Shavlande, Tindavlo i Tomare Fingelo. Trachwa Marzongar Zonsena, Votinam Zoripanga. Toke Tindavle Tane, Zopo Sanje Drapala. Rokna Trawa Molchode, Tangna Valu Shangrede. Pincher gomtar kosyde, trömstoch njom bijeliede, starto tonvis himjede。你是从哪里学会这个歌词的？我们在扎嘎达所打猎的时候，遇见一个修苦行的大行者，他的肤色像荨麻一样绿油油的，很可能要饿死。哦，真的呀，那个人真像个荨麻呀。听他们这么说，那个人一定是我的哥哥文喜。我最好乞讨一点吃的东西，火速去找他。好，
哈哈哈哈！这个肉的味道还是不错的。啊，真不错。来，我们喝一点儿。来，喝。你是人是鬼？我是米拉文喜，你是贝达吗？哥哥，贝达，哥哥，母亲在想念你的痛苦折磨中死了，没有人来照顾我，我只能流落他乡。我以为你多半是死了，如果你还活着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幸福的。谁知道你的遭遇竟然是这样。我也是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们兄妹2个人再苦的人了。爸爸，新日将餐，妈妈，你在哪儿啊？妹妹别哭了，不要为我伤心。我是众人中最具福报和快乐的人。我亲近了马尔巴医师，得到了一生即能成佛的教授。不贪恋衣食和名声，在寂静的山林里专心修道。现在我的住处像野兽，饮食如猪狗，身体如骷髅，行为像疯子。可是我的心却如真佛，如来见了也高兴。在这严窟中，我厌世之心无穷尽，我的心与大恩上师不分离。凭我的勤奋修习，必能得善果，生验证。假若生了验证，来世一定能成佛。所以好妹妹，不要失望和伤心，要为哥哥能求得正法修苦行而高兴啊！这样固然很好，但我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苦行的修行人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样我放心不下。你在这里坐着，我下山去乞讨些食物给你送过来。